生活技术台语写作练习画豆油。我细汉的时，捌看阮阿嬷画豆油。较早画豆油，爱先甲乌豆仔撒色，放伫感乌互发干。乌豆仔顶悬嵌布浆叶，安尼乌豆仔就会发金黄带青、浸水色的干毛出来。了后用古井水来浸，传大口水缸内底。水缸喙爱嵌西网，安尼金神才袂飞来放卵。若无规缸就会生虫。刷落咱甲放伫日头骹晒，早暗爱蜡叮当。我差不多2-3礼拜了后，就会使摕大鼎来烘，掺盐落去，用豆油流仔过滤，底伫翁仔就会使。纯甘的乌豆仔豆油，就画好势。若有迄落现杀的三肉来混即落豆油，迄真正是好食甲头毛都会撮起来。这就是我做囡仔时，阮阿嬷画豆油的过程，一同来分享互大家做参考。